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咯》，我是高本。今晡日来宾啊，一定特别是一个后生朋友，听讲啊，佢是一个小农，佢也是一个甜点师傅哦。到底佢个小农佢做乜嘅？佢甜点师傅又係做乜嘅甜點呢？今日來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歡迎我哋來自聯絡嘅彭振業阿振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振業，來自屏東嘅聯絡。歡迎阿振哥，振業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哦。哦，振業。看看來啊，一定係後生呢，可以請教一下一多年資係冇？86年資。哦，真是一定係後生。然後我喺裏邊地位，算係後生一批嘅哦。頭都有聽講啊，講到講，真係更加係一個小農嘅身份，同時間呢，自家又係一個甜點師傅哦。可以請教一下，你嘅小農嘛，種嘅係乜嘅啊？種係無形嘅檸檬。哦，無籽檸檬，無形嘅檸檬，哇！種入嘅檸檬，要同時間要去做一個甜點師傅，去做甜麥麥嘅甜點嘅啊。我哋用檸檬做成嘅檸檬塔，還有乳酪蛋糕。哦，嗰度法式嘅甜點。我哋有啲品牌，我有自己有啲那個品牌嘅設計店名啊，有工作室嘅名稱叫做寧心園。哦，檸檬嘅是嘛吼，寧心園。哦，喂，談好了一點嘅別字有啱嘅吼，呢。真係繼續來請教一下吼，你自家本身小農，喺盧卡本身都係種檸檬，還係你自家想到而來種檸檬啊？其實盧卡有一塊地本來同爸爸同我建議嘅講去種檸檬，我就太好舉來，太好嘅時節考到屏東太好，就舉來做，冇考嘅時節就舉來天數，我就開始種檸檬，做一下能，第7年咧。7年，也算一段時間嚟啦吼。真係，你自家本身講吼，盧卡爸爸同建議講我來種一個檸檬，嗰種盧卡以前唔係種檸檬嘅。盧卡種嗰度有番筍，有蓮霧，還有薔嘅。哦，談講嚟都人哋對鋪時會看得到嘅農產品嘛。你種檸檬嘅時間啊，其實你自家。做屏東太好，應該唔係烘農嘅吧？唔係，好天然嘅。好天然嘅。你自家喺烘農，喺限時有同盧卡天數吼，自家有一些基礎，還係講有去另外去進修啦，也係講去學習請教人家。開始請教人家係一定要有嘅，因為自家要開始接觸一啲東西。不過睇好係以前盧卡。喺做槍嘅時節，人哋就喺田區嚟做事，同爸爸喺做嗰種農師啦，就是嗰時候有經驗有技術，所以講種入嘅檸檬一開始啊都唔會對人嚟講啦，吼唔會講難，係咪？其實難唔會講難，唔會開，係啊，一定會開啊！大做紅蟲啊，都連條落山嚟讓你休息，真是一年的生活都安尼嘛。早上就7點人嘅，就要去到田區嘅，做到動作，過去休息一下，下晝咱開始，到暗晡夜咱休息安尼。真係我想講啊，其實我哋嗰度聽講啊，後生人喺來耕田嘛，吼做農師也到，甚至於講做小農，大部分來講係佢自家本身都好農業一方面，佢對一個有興趣，也係講佢出去嗰邊工作一段時間咧之後，發現到盧卡嘅種皮需要人家照顧，再轉過來重新來學習嘅。你自家呢，唔睇太好嘅時間，都開始。接受一個農師或者耕田的或者種東西，你自家係用辦嘅想法？其實係因為媽媽之前喺高中嘅時間過身嘅，盧卡能從爸爸一點年，就想講太好時有閒就可以天數去做事，分擔一些田區嘅事情，馬上去天數盧卡，我唔係想講一定要做一個，如何有一個機會，爸爸嘛相信我做得到，我就可以從佢天數安尼。你喺工作一個部分啊，你自家又喺大學，一個農師同大學之間，會唔會有互相嘅有影響到？其實我喺冇課嘅時間，按一天數，所以上課嘅時間還係可以上課，就係要犧牲一些課餘嘅活動。不過爸爸
爸爸咪讲可以去发展咱存伊天数啊，我以太好为主啊。还是讲专心在上课，甚至于讲享受一下太好生的生法。嗰种自家平时在太好的时节有参加乜嘅社团啊，安尼嘛？太好时有去打篮球，喺学校打篮球，睇联络咩睇打球嘅。固定係运动啊，然后毕业之后就全心转为正职，嚟做一个种联盟一件事情。其实太好毕业之后有考到军人嘅公务人员，不过做嘅半年咧，咩就想要鼓励同爸爸天数，嗰時咩開始做兵，所以就做兵係就冇繼續上班咧，就鼓勵同佢天數安尼。做到2年咧，因為盧卡喺中聯盟，就即個又過好做田店，所以就想講，可以結合一起，就開發一個聯盟塔。我都想講奇怪，唔知下中聯盟可能好，用辦法想到下都有人問咧，都講。專做甜點師傅一件事情，怎麼解有一個想法？嘿，盧卡如何睇中聯盟因為買唔起嘛，也係講要出，人哋想講唔好弄起來走嚟中聯盟塔，還有其他原因啊？其實一開始嘅時節，林心唔係買聯盟塔啦。其實一開始真是係滯銷。所以盧卡嘅聯盟就切片咧，用古法，塞錢你那個使錢你做個檸檬乾做檸檬乾，係檸檬乾，然後拌太乾你，即係拿去賣。不過嗰時點咩冇想到可以做到樣嘅。其實做甜點，做一個品牌，我因為同伊個什麼嘅約定啊，因為嗰時節剛好是甜點，太好時節，我就想講，我就喺網絡上學。就想做中文技師。之後伊同我開玩笑講，伊畢業以後，伊想要開一間咖啡廳。我就同伊講，那我就做一個伊個甜點師傅安尼。哇，唐鳳嚟改好呢，佢賣咖啡，然後點紅都賣嘢做啲甜點。安尼唐鳳嚟真是。一個同檸檬塔共用咧，戀愛字，酸酸甜甜，都見到還有咩？像有做檸檬塔之外，係咪還有繼續嚟進修啊？咱除檸檬塔之外，還有其他的法式甜點，還有巴斯克的乳酪蛋糕，還有千層的蛋糕，還有達克瓦茲豚馬卡龍，嗰度。可以結合檸檬嘅甜點，攏可以做，攏有做。不過真係，你一個做甜點一件事情啊，係全部唔知個自修呢，還係講唔有甜點師傅睇好啊。因為我感覺講，尤其係甜點法式甜點一部分啊，有嘅甜點，佢個功夫一定係多，程序一定多，做法也一定係冇共用，係咪有同人家好些啊？一開始嘅時間，我喺看網絡上嘅，嗰時間賣相就冇按好看。後面就有一群在疫情開始前，有一群伊喺線上。佢就我嗰時佢就同我講，佢咪唔係做一個專職嘅專科學校畢業嘅。不過我就想講，佢有同我講。伊有一擺做到幾好食嘅馬卡龍，就再進一塊地步。我就想講，同佢共用咧，所以我就學習，同佢學習，後面即個練習2到3個月，咱同佢討論到，咱有第一個產品就係個檸檬塔。檸檬塔做出來頭，第一個10年係乜年？爸爸。爸爸是都係叫講。回饋唔乜嘅意見冇？比如講再加油，我加油是。計加油唔係加糖啊？唔係，因為講講檸檬塔適合嚟提神，冇加糖咩嘅加油。加油。你嘅技術真是完成做一個檸檬塔可以拿出來賣，差唔多花1個月嘅時間啊。差唔多半年。好都對同老師討論，都第一擺賣。你佢當中嚟講吼，等下甜點嚟繼續嚟聊，我係轉過嚟有個小農嘅身份好嘅啦。有種檸檬啊，種嘅青年人，有個第一擺嘅時間，有咁
有一種經驗冇？如果講第一擺受傷嘅經驗有記得冇？有，是個夏天，太出，三四人北京，佢天氣嘅涼啊多，個樹都啱唔一攰嘅時節，我拿個筋膜槍嚟打，壓唔紅啦，壓唔紅起來。哇！第一擺都風騷安尼太出哦。其實冇之前沒有寫，就一張沒有熟成嘛，不過冇像個時節按大量嘅，按太量嘅。哦，按人家種嗰個內蒙來講，你鹽嘅啊，用嘅農法係乜嘅啊？有這個嘅理念冇？其實我一開始想要做有機，不過啲後面啊，我也下同前輩討論，同爸爸討論後，我哋去種無毒嘅。其實我種嘅有機比一般有機嘅個冇咁嚴謹，不過我哋嘅劑量攏去睇那個規範底度誒。如果合理用藥啦，一般來講，其實做到真是有機，可能還有失敗難度。有嘅講，有啲農民小農親講講，人哋賣出去嘅地方上到5塊，係咪啊呢？哦，哇！觀眾朋友，人哋咧後生朋友真是該有想法呢。不過其實做位強調啦，唔係單槍來幫他噃，到底還有哪一個強調同神奇嘅故事呢？人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分享咯。前面有講到，正以係樣板開始來做一個小農，甚至於來成為一個甜點師傅。不過佢在從事農業嘅時間，佢同爸爸會唔會有一個冇相同嘅時間呢？正以佢同爸爸做農事嘅時間，但係兩曬，一個後生，一個有經驗嘛，兩曬會唔會有個一個冇相同性，甚至於講草食嘅時間啦？草食嘅時間，其實我想講，我就像一種白紙。我站在佢嘅肩膀上面學習，所以爭執嗰個時候，不過意見我可以會有交換嘅地方。其實我哋之前沒有想講，就像以前像做普通嘅那個雷蒙就好。不過我有想講，我有啲想法嘅時間，我想講我做無毒有機，不過。後來失敗，有機失敗嘛，就想講，就做到無毒。其實無毒也快，咩佢本來嗰度建議。嗰時候爸爸用自己嘅經驗同討論之後，兩曬來取得一個平衡，再來繼續來完成到現在一個農事一個成就啦。沒有幾點，之前睇印象更深刻嘅地方係。其實我太好嘅脾氣冇幾好，佢缺乏同理心同換位思考。所以有一擺我就會好多講我打球嘅，不過嗰時嘅因為球隊跟輸球，我就想講，一直我就同隊友有爭執，嗰時嘅有冇人要同我講法，嗰時嘅我就歸同爸爸分享講一件事情。只要佢嚟講，聽佢好教嘅強架，佢聽佢同佢做事，聽數，我就講，我同佢講，我冇分呢個地方，佢係做事，佢感覺奇怪，難免嘅，我哋聽見嘅，我哋去聽佢做事時間，我當地的，佢係睇聽到嘅做事，本來學習到某個同理心、換位思考，然後可以去改進我嘅脾氣。你講爸爸用自己嘅方式教我用辦去體會啦，或者人生嘅功課，用辦去應付一啲難題。不過除了一樣之外啊，你睇工作地位，你同爸爸嘅工作係用辦去分工，也係講你同爸爸同用辦分批，某個工作本唔做唔做。其實除草屯、劈草屯嗰種除蟲，佢喺我負責。因為佢話有嗰度細條去做，我就
变做一个辅助的角色去做。你那个助手的角色不错诶。因为伊有更多专业的东西，爱慢慢学习。毋过还迄同爸爸听说呀，我想请教一下，能个真系能鸟虫诶，迄除虫啊，迄真是用树也系讲有某个特别的方式去应对一种병虫害嘛？其实个虫诶，我先介绍一下个虫诶，像个新天牛。有四个嫩枝，四朵那嫩枝就会有无水分，无水分佢整棵树都会死hết。个睇我看咧，明年我都会睇田度的老，看那张树，那一棵树冇，树枝黄黄的，然后树叶没有那么好看的时间，我就会给伊个根部、茎部给清。差不多咯，有个天牛的幼虫摕给，用树拿红叶就可以。其实幼虫摕咬个其他个茎头的时间都可能给拿红来、绑红来都做嘅。反正看到佢乖乖都去顺一下都做嘅。当有个办法。其实沙幼的没迄个办法啦。真嘅，头都刚才讲啊，除了同爸爸的工作啦，也就是讲喺种地方有个过程之中，还有用办某个本影响过什么故事无？台风天，我去田队老的时节，还有看到有一只苗诶，有趴在树干上面。苗诶，因为这风采田，有无地方翕，有想讲从佢做一啲木嘅，有把佢摘过来啊，本佢咧地方煮翕啦。嗰种拄到好风采天，拄到一张美位之后，拄到有个好心人都同佢收编嚟，都做嘅。哇，你迄唔係記錄迄個招財貓？冇咧，伊有借回嚟。你唔怕啦，等下供應啊，反正唔對佢好嘛，嗰片環境好嘅話，佢又會照顧落一天咧，唔會亂咧。係啊，不過講到風采天，其實我感覺做田區嘅時，我有一個觀念就係，唔係講付出嘅一度，就可以得到一度。我做一個平常心啦，因為有段時間拄到要看天吃飯的時間，就冇辦法有段時間拄到嘅就拄到嘅。有一擺我哋就台風天嘅時間，個台風就一般嘅樹就幫佢吹下到整棵樹都死起來，就冇辦法就只能從中。個時間有個太好嘅時間，我想講努力研究嘅，不過就講死嘅就死嘅咧，唔通從中重新再來過，唔好要灰心喪志就唔好想去做嘅。爸爸教我們用辦學習接受同放下，一個風采對小農對農民朋友來講，係一個不得不面對啊，不時會遇到嘅問題嘛。假使講明年都安尼，反而可能壽命就不長啊，一直都放在心裏。係啊，不過講到咗嚟啦，講除了做小農，最主要嘅更加係要接單去做一個甜點，做品牌嘛，已經做咗有成績嘅。更加你一個甜點，除了雷蒙塔之外，你還有做哪道嘅甜點嘛？其實我咪有做馬卡龍、達克瓦茲豚、巴斯克乳酪蛋糕豚、千層蛋糕，我比較偏費功夫的一些甜點。也全部底部呀，唔敢講最受到歡迎嘅係哪幾個有發現嗎？最受到歡迎嘅係馬卡龍豚、達克瓦茲。兩種係咩當前快做嘅印象底部？馬卡龍佢快做。用辦快做，唔可以同人講一下嗎？其實看佢每個過程有個簡單，佢能出過程就係蛋白、豚、糖，還有那個杏仁粉。因為它的原料就也3種。不過每一擺做某一擺成功嘅。用辦講，其實剛開始嘅時間，就想講就打發。不過烤嘅時間，佢就變開了。因為佢的溫度還有豚嘅蛋白打發嘅程度，有個一吐嘅無強用，佢全部都無強用。佢差一些些都會影響到佢嘅外觀嘅錯。還有什麼你應該有掌握到佢嘅訣竅，每一擺都可以成功吧？一
10摆9摆会成功啊，有一摆没有那个失败的时节啦。失败没注意到，没调整好的时节，记录列给你看啊呢。系啊。哦，正如谈讲啊，我们录卡那个马卡龙哦，唔系平常的马卡龙，和特别研究作为无强的特色，系咪？系啊，有无强的颜色的，又有渲染的，还有卡通图案的。其实马卡龙它除了表壳会好看，其实内馅的搭配每个重要。其实我哋有用柠檬做的，还有咸的。咸的哦。咸的。咸的系乜嘅米汤啊？鲑鱼有鲑鱼的。哦，真是拿一张鱼的下去安尼做。鱼的囤个沙沙酱，那个沙沙酱，然后甜甜咸咸的。佢嘛可以说什么的反应？你这个推出一个咸的啊，同那种特别的外观的马卡龙的时节，你拿本你家试试，睇下反应系乜嘅？一开始的时节，人家会讲也可嘛可以同时用细细粒的，会卖昂贵，又讲试看看啦，又试看下试诶，又讲嘛又甜甜又香香，佢好吃又佢卢卡会是茶，所以又佢拄好，我有人喜欢吃。如讲披萨啦，或比咖啡啦，也都甜点。讲做的吼，如果做一个示范安尼，你自己当时做嘛个想讲普通的个人哋讲马卡龙一个甜点吼，你想到好好还要做一个双色啦渲染，迄蛮日本一个想法，还你自家看到嘛个有想到的啊？其实可以看到韩国的个影片啦，以前韩国的甜点师以前没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我就想讲。肯定可以，我就想讲，这个品牌，去做一个结合，用柠檬同伊做一个不一样的内馅搭配，反正那个表现就无强用诶，所以想讲要钻研一块。你除了马卡龙啊、柠檬塔也两种各特别的甜点之外，这银行有乜个各特别的甜点，你自家可以推荐俾大家嘛？柠檬塔，係檸檬塔。檸檬塔。不過檸檬塔係一般的檸檬塔，係講要做出無強用的個口味啦，有一種形式的呀。形式，有啲檸檬塔係玫瑰造型的，底度的有啲無像一般的，咱檸檬塔，咱就檸檬的餡料囤個塔皮，其實我啲塔皮攏係我自家我自家做的，我哋就一層一層堆積，有甜餡料的甜，餡料的酸甜。我中间又放一层杏仁蛋糕，去中间做一层堆积，然后咱多一点感觉塔皮的酥脆的甜，所以又一层一层安尼堆积起来。我说大家对一个柠檬塔啦、马卡龙也都甜点印象几好。你自家有去做过市场调查冇？就讲，泰国来讲，什么的高好是哪条的？还有泰宁沙啦，也系讲新年的高好是哪条？你自家有做过一个观察，也系讲研究冇？新年的记号是给千层蛋糕千层蛋糕用慢讲，因为以前就圆圆伊有上过可以是可以做几多口味，因为给千层尼底度有放水果，点就酸酸甜甜，又唔会讲像一个柠檬塔佢有7、8盎，伊个塔皮嘅酥脆，新年就冇想的是甜啱嘅东西，点就想讲是蛋糕，什么记号是拍就会马卡龙和达克瓦兹，其实细细的甜点节庆的时节，过多年听个巴斯克乳酪蛋糕跟鸡卵糕哦，系啊，鸡卵糕。节庆哪个节庆的时节？圣诞节，圣诞节，喜用的节日的时节，喜用的节日。还问到讲，哪个神明上任的时节有人听那个鸡卵糕有冇？神明那拄到一拜马祖上的时间，马祖上真是有人听啊！而且还写上面会写马祖生日快乐。哎呦，真是太好搞了吧！真是有人想到一点来听那个鸡卵糕，本马祖娘娘生日的时节用的，哇，真是鬼好搞！观众朋友，原来呀，俺哋真意啦，佢个甜点按到经费功夫也该用心，佢甚至于为到一个很特别研究的特色的甜点出来哟。不过做好的甜点真是爱买又按简单吗？等一下还有更多精彩故事，继续来同大家讲哦。
不管係農產品也係甜點，品質再好也係賣得出去啊！唔過正業佢啊做出來的甜點係用辦賣咧，繼續來問佢吧。正業，自家做出來的甜點，還記得第一擺係用辦去同人家推銷，行銷自家的甜點，去照人家講嘅設計，也係講喺網絡上賣，也係講去有特別的地方唔賣啊。一下我哋攏喺睇市集，啊，還有喺網絡上面做行銷。第一開始的時間，我去到菜市場，吹起嘅啊，傳統嘅嗰種嗎？係，本人家試吃，試吃後面，伊就有想講，佢好食，唔過冇想去買。做乜嘅喏？可能佢我哋觀念冇強樣，因為我哋成本夠高，所以單價夠高。有想伊哋可能想講，伊啲甜點我買比較貴一些，伊哋接受度冇咁高。後面我哋就先做網絡嘅行銷，嗰時節拄好因為疫情嘅關係，大家你冇辦法出門，所以網絡嘅訂單變較多嘅。後面嘅等嘅疫情結束之後，我哋規市集嘅時節，讓更多嘅市集發展。原來呢。你後面走到市集嘅時節，也係強用喺疫情之前有去走過市集嘛？但有個潮族，還有屏東市區嘅百貨公司，諾貝，還有喺100高雄。你自家喺走市集嘅時節，我印象中頭先有講到，你自家嘅個性可能係講。你自家感覺唔算內向，內向嘅嘛吼。你睇走市集，你有感覺到講對人客安尼交流會唔會有困難？第一擺時節，第一擺我要輕易點去個看，我冇想去同佢哋講吧，我買就買。唔過嗰時節，人家看到個好看，唔過如果冇佢介紹，當然銷量就冇好。後面我就去個。上午冇賣出去一道，而且這個上，這個係用做茶嘅，因為我唔敢講，唔敢從講法講出來，就像伊啲細來嘅，佢學誒暗戀嘅什麼，因為唔敢講出去，我就下晝就開始慢慢地講出去，如果雖然結巴巴嘅，唔過從伊哋訴說嘅這個理念，伊哋接受度夠高，就個有人買安尼。你天天嚟轉變自家嘅想法啦，一開始都可能冇愛答人家，或者講愛買都買唔加看。咦，嘛唔敢佢哋講法。其實你應該準備咧嘅手寫版有冇？只係用手寫歡迎在，然後你就用寫。歡迎光臨。係啊，冇唔錯。唔過安尼漸漸嘅走嘅基礎識別之後，你有想法有轉變嘛吼。你印象啲多啊，大部分喺走市集之外，你還有接單嘛？你印象啲有接過嗰種特別的單冇？特別多也講特別要有設計物嘅東西安尼。特別多有嘅，特別有印象嘅沒有啲。特別多係去年嘅上一年嘅中秋節，200人客，我去到小琉球。小琉球啊？係啊，有分2批機，所以嗰時間就因為。早晨就話去田區嘅嘛，我就暗晡一做2-3點人睡，6點人要去田區嘅。哇，冇睡到冇嘅夢嘅。嗰兩個禮拜攏睡，每日攏睡4個小時。哇！不過每個有成就感啊，因為以前本來送過去後，以前本來回饋咪講，你看以前講個好事，咪個獎送禮嘅時間又個有面子。如果本人也請肯定啊吼，你的付出是肯定不過要這種按度下睡冇睡到冇睡嘛嘅冇，後尾 take care 結果發現到講，這個做到後背都唔知自己在做乜嘅，發現到冇做100個咧，一號都出來啊！有一種感覺冇？我注意安全啦，要注意安全，冇嘅輸入進去烤箱嘅。有可能吼，除了一個最大嘅單子，我頭都還有講到一個貼嘅本印象，個怎麼係乜嘅？嗰客製化嘅啊，嗰學之前講喜歡嘅女生，也同佢聽一下。我就比較嗰禮拜我就冇做，我就
特别做本记，特别做，然后其他事情唔做的都特别做本记。啊，佢天的迄毛嘅，你用迄毛嘅？千层蛋糕，彩虹的千层。嗰時間我就因為佢嘅生日，我就想講我做一個比較精緻的蛋糕本記，我就即個畫圖，即個上嘅設計嘅蛋糕，然後做嘅對模，然後都有，做好差不多花，我上到4年，我就再拿去台中本記。人家个真是不计成本呢，真嘅。哇啊，好市民哦，佢數到之後有冇個反應嘛？佢開心係開心啊，不過係冇真提供啦，就像人家個檸檬塔嘅滋味，酸酸甜甜，酸甜甜。哎呦，跟好像一直講你的那個傷疤，唔係，每一啲故事啊，其實我感覺講。做一個品牌創立之後，我個感謝每一個顧客，每一個客人，因為我就想講，林心園其實就像一個畫布咁樣，沒有顏色的畫布，每一個客人的緣分就像一支畫筆，伊就同佢上色，都一下我哋林心園就像一個完整的畫。當然，林心園還有幾多進步的空間。我哋要睇也繼續進步，也條路繼續行下落去。正如講到轉來頭都有講到講，嘅開始做一個品牌嚟賣一個點心嘅時間，一個甜點又拄好到嘅疫情啊，疫情對人嘅影響啊，佢太匆忙，冇法度去做設計，甚至有講只能在網購上面替擺拄到嘅時間，有品牌當成立度，唔會心肝都會太挺緊張啊，因為買唔出去又冇生意，有拄到講那種感覺冇？嗰段時間。嗰段時間其實我有10年我就一下都冇賣出去，甚至我大部分都買一送一，沒人會買，冇辦法，因為我自取的話，佢哋冇想要出門啊，我栽培的話，以前又運費，以前又冇想要買，所以嗰時間又冇品牌知名度，所以嗰時間就繼續累積能量。其實嗰陣咩嘅就睇 TQ 做成一個高度，咩繼續累積能量。就等於講，這個讀到一件事情也好彩，喺之前同爸爸睇好些時間，本學會了用辦放下啦，也專業本自家去再沉潛一下，一段時間底背其實最擔心咧係冇生意，做冇？因為我會感覺講，佢咩這個表現甜點表現做冇好事啦。更加唔做身體來講，還有人下本用辦嚟回饋，有本覺得很有成就感的冇？有啊，喺四級的時間，有學長佢哋打球嘅叫團嘅買咩來，伊拄着拐杖咩來看捱，我同佢鬧同佢買，還有嘅冬天的時間，我睇那個四級擺攤，有人買嘅又貴嚟，本來暖包，同佢講嗰好食，還有一家人同佢講，比伊來南部搞，冇看到我睇四級，本來冇安排一個活動嘅，就特別過來買，我感覺講嗰榮幸。等於講更加，這個累積有一點點嘅知名度出來，等於說有粉絲誒吼，今日會追着跑四級啊，講一固定嘅同買嘛，有一種銀行嘛。固定嘅買有，要送禮嘅沒有。都等於講今日家己生人家嘅甜點人家嘅品質也今日也新來，嗰時候今日送禮啦，也做某個時間就會提咧，就會想到。安尼幾好呢？不過更加做其實已經算是漸漸步上軌道了嘛。未來呢，睇對你自家一個品牌啦，也係講對你自家小農嘅身份也好，有某個新嘅規劃，也係想法嘛。農業嘅部分要繼續屯爸爸天數，繼續做一啲小農，要把檸檬嘅一部分基礎打好。因為我哋嘅林心園嘅想法就係對農地，然後對農產品到餐桌，
做到体予咱本客人。强调也部分的话，我就也近期来讲，我想要至少摕市集累积能量，还有栽培野团。最期望的话，就会想要摕百货公司内有一个自家的专柜。你真係唔過還通私底下聊的時間，談到這個韓語的進修的想法係咪？你可以同大家分享嗎？目前暫時呢，我休息一陣嘅，因為我去日本進修因為日本的職人精神伊連對甜點的細膩度，就想要學習也快，所以可能會摕幾片帶較久的時間。去日本的哪啊？京都京都，喲，厲害呢！見講迄個學習的部分，係請頭擺的師傅，也係講有其他的師傅啊？其他頭擺師傅介紹過去的。學習的也係共用係一種法式的甜點，還係講有其他的部分也會學習一下。也是攏有啦，因為日本的和果子還有法式的甜點攏有。嗰種更加係休息一餐嘅時間，係會去接其他嘅顧客嘅單嘛？係講要同大家交代一下，想問大家期待一下呢？我同大家交代一下，因為粉絲專頁咩個叫我更新呢？要同大家人講一下，我先休息一陣嘅，去累積能量同進修安尼。哇！希望真係真是對日本過來嘅時間，可以再帶本來嘅哇，還有見到無共樣嘅甜點更新更厲害嘅甜點一段時間差唔多休息一久啊。一定去嘅簽約係半年到1年，一個時間冇一天。反正有興趣嘅朋友繼續發動也嘅粉絲專頁都錯嘅啦哇！觀眾朋友，今日真係帶來嘅故事當然精彩同感動咧，佢帶來嘅點心真是小幾多本來親留好啦，親享受到假使講有機會，大家歡迎來去聯絡，請正義來操練一下，了解一下今日再一次多謝正義帶來精彩嘅故事同好吃嘅甜點感謝。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多謝大家。好咯，坐到更加大家聽聽欣賞來運動一下吧。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